今天一样是阴性哦，赞！嗨，各位小庄大家早安，我是佩伦老师，又来到了1周1次线上组学的时间了。好久没看到各位了，真的是好想念你们啊！你们有想念我吗？最近所有的学校都变成在线上上课了，你们觉得每天都待在家里不能去学校好无助呢，还是其实不爽呢？好，不管怎样，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护自己，好不好？口罩一定要戴好，随时有酒精就一直喷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首先呢就来邀请妍欣、雅欣还有秀安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赞美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主角叫做井上一之助，井上一之助先生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聪明的你一定就知道他是个日本人。日本人です。大家看看，长得像是这样子。他出生的时候是1882年，距离现在也有140年了。他出生之后没多久，台湾就进入了日治时期。什么是日治时期呢？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还没上过，比较大的小朋友可能上过了，但忘记了。简单来讲呢，日时期就是台湾受到日本统治的时期，也就是说，在台湾的政府官员都是日本人，还有很多的日本人来到台湾居住生活。
工作、上学、结婚、生小孩。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井上先生，他的爸爸也就是在台湾工作的日本人之一哦。井上先生长大之后，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，选择来到台湾，深入原住民部落从事宣教工作。But 关于井上先生的故事有几个很奇怪的地方。首先，他虽然是一位传教士，但他从来没有像我们的夏牧师那样子站到讲台上面跟大家公开讲道，甚至呢，他在台湾服侍了30多年，从来没有一位原住民透过他的手受洗而成为基督徒。哇，他这样子还算是个合格称职的传教士吗？他到底在台湾30多年都做了些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听他的故事呢？你跟我一样很好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本，反了，井上先生，谢谢您。咻。我终于找到您了，井上先生。我手里紧握着雅基托我带来的礼物，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。这礼物装着原住民部落老人们对井上先生深深的想念。看到井上一之助先生的墓碑上方刻着一个大大的爱字，我明白，原来不止部落老人们思念井上先生，井上先生也同样思念着在台湾的一切。墓碑上一句台湾泰雅族语，上帝在编织，更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台湾原住民部落发生的事。多年前，我刚到原住民部落当医生时，一有空就爱坐在雅基旁边看他织布。泰雅族的编织真是美丽。雅基会将整排染着绚丽色彩的线，依着心中的想法安排好，成为经线，然后将尾线从左右两边反复穿入，再用打尾刀用力推紧，发出优雅的叽哩咚咚声。Udas 有时会来找雅基聊天，两位老人家总是会提起从日本来医疗服务的井上先生，让我对这位医生充满好奇。井上先生的父亲是在台湾被杀的。有一天 Udas 这么告诉我，我太惊讶了，忍不住问，那他是来台湾报仇的吗？ Udas 摇摇头，有点感伤地说，井上先生每次看到樟树就想起父亲，他会把手按在树干上说，如果台湾没有樟树，父亲就不会来台湾工作，更不会和原住民发生误会而失去性命。我也不会因为想改变这里的原住民而来台湾传福音了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啊。听起来井上先生并不是带着怨恨来的。
我一再的追问。尤达斯说：是啊，虽然井上先生戴着一副眼镜，不太爱说话，看起来有点严肃，但是心却很温柔，在他身上根本找不到怨恨的痕迹。接着他又认真地告诉我，井上先生原本希望在原住民部落传福音，却被日本政府禁止，但他没有放弃，决定学习医术，改用医疗的方式进入台湾山区。只要听到有部落族人生病，不管山路多么危险难走，他都会翻过山去救治。井上先生曾说过，他从上帝得到无比的爱，他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像蜡烛一样，让爱的火烧尽。井上先生遇到那么悲伤的事，却还能这样做，真是让人想不透啊。我手托着下巴，努力地想弄懂，就问尤达斯：那您是怎么遇到他的呢？尤达斯笑着说：那是有一年冬天，部落里很多人得了流行性感冒，当时我没有衣服和棉被可以保暖。井上先生不但治好我的病，还送一件衬衫给我，但我宁愿身体冷，也舍不得穿这珍贵的衣服，因为觉得自己全身脏兮兮。井上先生知道后骂我说，是生命重要还是衣服重要啊？说完还送了一些猪肉，要我补身体。我从尤达斯脸上看到他对井上先生的尊敬，但神情中也带着一丝不舍。他说井上先生在山地部落巡回诊疗很不容易，台风大雨冲垮了花很久时间和金钱盖好的医疗所，用来治病的器材药品也都被洪水冲走，甚至他的3个孩子在8年之间一个接一个过世，他心里受到很大的折磨和痛苦，却仍然坚持要留在台湾的山里服务。尤达斯还说，井上先生真是个特别的人，为了能和我们顺利沟通，他努力学习原住民说的话，适应山里的生活。由于长时间的相处，他发现原住民其实很单纯，很有活力，并且不贪心，懂得分享，更是很注重婚姻和男女平等的高贵民族。他不但改变了原本想要教育原住民的想法，还在广播和报纸上提倡废止生番或番人这种瞧不起原住民的称呼。说到这里，尤达斯不禁竖起了大拇指。就是因为这样的转变，井上先生后来只要听到我们原住民有困难，就一定会想办法来帮忙。在一旁安静织布的雅基听到尤达斯所说的话后，
也打破沉默。雅纪放下手中的支线，说道：井上先生曾经在回去日本办事时，听说有2位泰雅族女孩被留在东京，没有钱，也不知道怎么回家，就焦急地寻找他们，像在找自己走失的孩子一样。后来不但找到了，还想办法筹钱，让他们能顺利回台湾。说着说着，雅纪眼眶红了起来，含着泪说：我生儿子的时候，因为失血过多，就快要昏死过去。也是当时正在部落里为大家治病的井上先生细心照顾我，救了我的命。等我身体好了，井上先生还请我帮忙一起照顾其他病人，让我赚取足够的钱来养活我的孩子。原来井上先生不只医治部落族人的身体，还很关照他们的生活。我对井上先生真是越来越敬佩了。不过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那井上先生有实现他想传福音的愿望吗？我问。井上先生曾在一个祈祷会中讲到，他想传福音给台湾原住民，却因为日本政府禁止，以至于没有一人信主。他说着说着就当场大哭起来，可见这是他在台湾最遗憾的事情了。雅纪说，其实原住民只是为了不影响井上先生的工作，没有公开承认他们信耶稣而已。井上先生后来回到日本去了吗？我急着想知道结果。Udas 说，战争结束后，井上先生一心只想留在部落，继续医疗传道工作，还把名字改成汉名高天命，想成为台湾人，但仍是没办法留下来，最后被迫离开了台湾。不过，在他离开的前一刻，听到有很多太鲁阁的原住民到花莲港教会接受洗礼，他表面上虽然平静，却藏不住内心的感动。也许有人不理解井上先生在台湾所做的事，但事实上，他是用生命在传福音，用基督的爱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就在他离开台湾之后，许许多多的原住民成为基督徒，只是他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而已。这全都是井上先生多年来祷告和医疗工作的成果啊！雅纪越说越激动。过了一会儿，雅纪平静下来，缓缓地说：我真的好想念井上先生，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呢？我想要带我的孩子去看看他，亲自再向他道谢。那天结束了和2位老人家的谈话，临走前我对雅纪说：我来帮您找找井上先生吧，
无论花多久时间，我都要找到它。他点点头，微微笑了，然后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，是一个用织布缝成的眼镜带。几年后，雅基回去了天家。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，我终于来到井上先生的墓前，回想他以有限生命为台湾所做的一切，就像泰雅族的编织，上帝安排好美丽的经线。井上先生用生命中每一次的经历和挫折，被打尾刀用力地推紧，最后完成一幅无人能替代的织布。站在井上先生墓碑前，我献上泰雅族雅基手织的眼镜带，内心充满了感谢。我对他说：井上先生，谢谢您，谢谢你将这一生都奉献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你是不是跟佩恩老师一样，深深地感觉到井上先生真是一个好特别、好神奇的人？最开始，他因为爸爸被原住民族给杀害，决定来到台湾传福音。然而，他却从来没有抱着要对原住民复仇的心，反而是以柔软的爱心去认识他们、接近他们、走进他们的生活里面，甚至学习他们的泰雅族语，好能够和他们面对面的聊天讲话。慢慢的，他也发现到，原来原住民族并不是他本来所以为的那样子，那么的残暴血腥，只会杀人。他反而看到他们是很善良、很纯真，甚至比我们这些平地人还更要有一些良好的个性和品德。而且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有男女平等的观念咯。某一次1930年，那时候原住民部落反抗日本政府失败了，日本警察要求井上先生要把抓到的原住民战士直接用药剂处决杀掉，但是身为日本人的井上先生勇敢地拒绝了，因为他凭着上帝的爱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。就像刚才故事里面提到的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办法公开的讲道、传福音，用他的手亲自为原住民族来受洗。但是就在好多年之后，台湾花莲有间玉山神学院，这是一间专门培养原住民族成为牧师传道的学校。这间学校的校长到了日本去探望井上先生，那时候井上先生已经躺在病床上面了。校长对井上先生说，现在台湾已经有上万名的原住民受洗归主，成为基督徒了。井上先生听到露出微笑，很欣慰地说，上帝用我做肥料，让福音的种子在台湾发芽了。井上先生是用一生来实践主爱的人，他因为心中有上帝的爱，他在那个混乱战争的时代，人们互相杀来杀去的时代，他知道怎样做是神喜悦、是正义的事情。他也凭着上帝的爱，原谅、接纳了杀害他父亲的原住民。这听起来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吧？有时候可能同学借了我们橡皮擦不还给我们，我们就好生气了，不想跟他当朋友了，不跟当朋友了，然后7、8段了，然后7、8段了。但是井上先生却原谅了杀害他爸爸的仇人，这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我想，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一生去学习的功课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透过井上先生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用上帝的爱来爱人，来原谅人，来认识别人，也凭着上帝的爱可以知道如何做出对的事情，
现在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好难好难，但是我们愿意学习，也恳求你让我们在不足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帮助我们。小孩这样子祷告，是往主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看过简阳先生在台湾牺牲奉献的故事，让我们也透过奉献一点点金钱来向神说，我们愿意学习这样子的爱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变难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柔美，世上一切别暗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亲爱的天父，恳求你引导富强教会所有的孩子认识你，乐意领受主的话语，就享有平安的灵，明白你是以平安与我们立约的神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永不离开，使富强教会所有的孩子在睡梦中不受惊吓，在生活中有安全感，心怀意念蒙保守，对自己、对父母、对神都有信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发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。